这个是四个题，有感觉到重复检测吗？哦，好，好好。因为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啊，那个四念处我们就是了解，第一个一定要观身不见，所以观身不见就可以去掉我相。啊，咱即马若讲看身躯对无你看迄查某啦，拄好甲你20几岁恋爱时阵啊，迄无拢看甲水甲有无？拢爱甲无法度讲所以那个观身不见见就是3点水那一个灯，那个见，就是用看这个身躯无清气啦，真垃圾就是要互咱去掉我相。咱这个身躯是天地的物质啊，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用的，不是我的啦。所以观身不见啊，要把这个我相去掉。已经可以了都身体很肮脏了已经不住在我那形象上面，安尼就好啊。观身不见，然后观受是苦受是我们遇到的事情啊，观受所有的受给我的都是苦啦，拢艰苦，无一项是快乐的，逐项拢艰苦所以观受是苦啊，咱就对环境袂产生迷恋，袂贪念风尘啦，然后观心无常看咱的心嘛拢无一个迄固定的心啦，念的真好，念的真歹变得真紧啦，所以咱才有风灾啦。观心无常，心假如说都不会变化的话那就不会都不会安尼改变所以观心啦知道说无常心，然后呢观法无我就是这个法界内底无我啦无这个身躯的我这个就是我们要入手的时候手要关照四念处这个是初步的。然后呢我们修到程度了以后那大圣的四念处啊就不一样观身净想犹如虚空，观身头是观身不净对不？那到后来的大圣啊，观身性相，身的性身的相犹如虚空，都跟虚空一样，所以身也跟虚空一样性也跟虚空一样都是没有无的啦给然后呢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天写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它的都一样，都一样，不在内外，不住中间，爱的都一样。所以各位姐姐，受拢无啦，就是我们在完成所有的受迄拢因缘际会呈现的啦，拢无一项受互咱啦，所以它跟虚空呢都一样就是虚空，受呢就是虚空，受就是没有咱若拢不受，一切都不受得拢自由啊啦。我们为什么有烦恼？就是因为受我们把受当成真，唔知讲受是假所以观受伊无伫内，嘛无伫外，嘛无住在中间，所以受就是没有受啦所以各位前世邓体的时阵啊，不管什么受都没有，就没烦恼的啦。还能了解不？然后第三个
观心呢，但有名字，名字姓李，心哦有命啦，心伫倒位拢无形无相，敢若有命尔，迄个命的性嘛拢离开啦，都是嫌迄个心嘛无，就是心是虚空，嘛是空的啦，跟身啊，性啊一样，犹如虚空。然后观法，最后一个第4个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就是法嘛无啦，你要找善法，要找恶法，拢无，拢找无，跟虚空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最上圣的四念处，听有无？高不高？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初学的四念处啊，跟成就的四念处啊，是完全不一样。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先生，大家好。我写三道天师的老先生大德。